大家好，歡迎嚟到呢個頻道漁機視覺咁啊！大家題目啊睇到啦，咁啊炎明熹首新歌《Bye Bye Bye》嘅 MV 咧，咁啊足之咧就登上嘅即係香港20大發燒影片榜啊！咁啊呢個榜咧就係由即係YouTube 搞嘅，咁啊即係炎明熹首新歌咧，即係上架之後咧，咁啊佢咧就順即係歌曲咧就早上咗噶啦，咁啊佢嘅 MV 咧就遲咗1日2日我唔記得咗啦。啱知咧而家咧總共咧即係呢個 MV 咧就上架咧就5天內咧就已經咧就登上呢個發燒影片榜嘅冠軍位置，咁啊即係第二名咧就係張敬軒嗰首靈魂相緣咧就已經響呢個榜咧就穩坐冠軍啦，已經成2個禮拜噶啦。咁睇即係炎明熹呢首新歌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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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嘅 MV 會唔會咧即係打破即係張敬軒嗰個穩守2個禮拜冠軍嘅紀錄咁即係我哋呢大家啦密切留意咯咁即係講翻即係呢啲咁嘅即係歌曲榜嘅 MV 榜都好啦，咁即係呢個即係香港20大發燒影片榜咧，由YouTube 即係搞起嚟嘅，咁佢嗰啲入邊嘅榜嗰啲歌基本上都係全世界啲歌曲都有嘅，就係香港即係響香港本地咧，即係香港人同埋啲香港歌迷即係認唔認同咧，中唔中意睇咧？咁呢度咧就反映出嚟嘅。因為咧好多嗰啲即係電台榜同埋即係電視台搞嗰啲即係龍虎榜都好啦，都基本上都係注重啲即係本地嘅歌手嘅啫。咁但係呢個榜咧就係全世界嘅即係MV 咁都係匯聚於香港，即係響香港人嗰個受歡迎嘅程度咁即係排列出嚟嘅。即係所以我話咧呢個榜咧先真正嘅反映出咧你首新歌個 MV 係咪咁受歡迎咧，就響呢度咧就可以睇得出嚟嘅。咁即係炎明熹咧呢首即係新歌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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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咧，同以前嘅即係佢所唱嗰啲歌類又好啦，風格都唔一樣噶。咁即係俾大家即係有一個即係眼前一亮嘅感覺原來炎明熹你唱呢類歌同埋即係呢種風格都一樣掂嘅。咁即係學似即係曾經有人講過咁如果炎明熹即係不斷咁即係學習啦即係進步咧，會唔會咧？咁即係嗱，如果個即係冇講話百變啦即係10變都好啦，係咪嗱？咁即係都唔錯噶係咪嗱？起碼響年青一輩嗰啲女歌手裏邊，我覺得咧就首屈一指嘅指標人物嚟噶啦。基本上即係如果大家唔認同我咁講都冇所謂嘅，因為好多時咧咁即係事實勝於雄辯嘅，係咪嗱唱呢首歌咧，咁嗰個演繹方式又好正喎。咩好正咧？因為佢唱起嚟都好容易聽到佢唱緊乜，同埋佢運氣方面都好好即係因為呢首歌即係比較輕快咁即係雖然咧就向跳唱環節嗰度咧，即係仲未有即係正式編排好嘅跳唱舞蹈咁如果係有埋咧，呢個 MV 更加正咁我睇到咧，即係曾經即係學似即係而家
當今歌壇嘅即係啲頂流嘅人物啦。咁啊，即係容祖兒都好似嗰首 MV 都同阿炎明熹首新歌差唔多，好似同步即係登上呢個榜嘅，即係入到呢個榜。但係咧就容祖兒嗰首歌嘅即係等等等啊，好似係嘛？咁啊就已經出咗呢個榜啊，即係證明唔係咁受歡迎，所以唔一定啊，即係你係頂流歌手咧，出親歌都受歡迎嘅。但係咧而家炎明熹咧，即係自從即係叫做換咗公司啦，重新出道嘅話咧，即係唔係出道啊，新出發咁啊，即係加入咗 Sony Music 之後，出咗個3首歌都係即係榮登即係呢個20大發燒影片榜嘅冠軍嘅，咁即係3首都掂咁嘅意思咯，係咪啊？嗱，啲好受歡迎喎，咁即係證明佢嘅人氣即係保持咁嘅爆燈嘅狀態，即係連嗰啲即係比較上一輩嘅基本上係嘛嗱，張敬軒容祖兒嗰都起碼都4字頭噶啦，啲即係前輩即係同啲老豆老母嗰啲嘅相差冇幾大嘅年紀係嘛，都可以即係贏到佢哋咁嘅，即係冇話贏到咧，同佢哋並列咧已經就好好成績噶啦，已經咁所以咧有時啲嘢咧就唔係話即係。你唔中意呢個歌手咧，就唔等於就係唔掂嘅㗎，即係最緊要咧廣大嘅歌迷認同嗰度先緊要啊嘛。咁講開呢首新歌咧，咁佢向呢種嘅曲風進軍咧，都係幾好嘅，即係理想嗰個踏進嗰個目標嚟嘅因為而家基本上咧視覺方面咧就排在第一位嘅，即係唔係淨止齋聽歌就得嘅，要夾埋即係響舞台上嘅表現，就好似咧 MV 上嗰度個畫面咧，咁所以一定咧就又跳又唱咁先即係勝於別人嘅，如果唔係咧，咁即係好容易俾人淘汰嘅喎，係咪啊？嗱，大哥覺得係唔係咁啊？嗱，咁即係大家而家都好受到即係韓風嘅影響啦，大家已經睇到好多韓國嘅即係歌手嘅表現啦，基本上佢哋好 hit 嗰啲歌曲咧，即係好受歡迎嘅，即係歌手同埋啲團體咧，基本上都以即係跳唱嘅方式咧，得到廣大嘅即係世界各地嘅歌迷嗰個認同感㗎喎。咁所以香港樂壇應該咧，即係搞多啲咁嘅，即係跳唱歌手，即係捧多啲即係宣傳多啲嘅。如果唔係咧，即係分分鐘啊，即係俾啲韓風利用嗰啲雪咧，就冚住晒咁即係冇得翻身噶啦。咁既然即係炎明熹有呢方面嗰個即係諗法啦，嗰個即係路線圖啦，咁都值得讚賞下，即係同佢加油啊！咁即係下一首如果係唱翻呢類型嘅曲風咧，最好咧就揾個排舞師咧，咁排翻隻舞一住跳一住唱，咁即係更加即係正啦！咁即係既然炎明熹呢首新歌拜拜拜，即係上咗呢個即係YouTube 嘅香港20大發燒影片榜嘅冠軍咧，咁我咧就 keep 住睇住咧，就響呢個冠軍嘅位置咧停留幾耐啦。因為咧張敬軒嗰首即係新歌咧已經響冠軍榜咧，即係冠軍位置就停留咗大概2個禮拜咁會唔會咧即係炎明熹首新歌咧咁打破張敬軒嘅紀錄咧？咁我希望佢會打破啦。咁即係呢集講到呢度先啦，多謝大家嘅收看、收聽、點讚、訂閱同埋留言，咁Thank you very much，拜拜。